另外，等来看咱国内这台中市南区的街仔头呢，竟然出现一只细只的火车，这民众哪像是把车辆改造是区间车的外形。那警方表示讲，目前呢是无接到报案，也毋过，若准这个民众伊驶的是夹起来的车辆，而且佫无领牌，安尼就会照违反道交条例加以处罚。有人伫台中市南区的街路发现车路有火车。 这台伫路咧走的小火车，甲真正区间车外观正共款，看起来都亲像迷你版的车厢。暗时有人翕到这台小区间车闪电火，驶伫个街路。最近常常有台中市南区的民众发现，这台小区间车伫街路拍拍走，正眼目。迄嘛是那旧车安尼尔，有灯光足济啊，那彩色。我看这台车哪特殊啊？依照法律来讲，当然是这一种是不能上路了。 虽然有人讲真趣味，毋过有安全记录。警方表示，目前无接到报案记录，是毋是医疗大部车还阁进一步确认？毋过，干那外观初步检判，疑似是倒起来车，除了无经过安全检验，前路可能有安全风险，也无照规定领核准的牌证，会依法当罚。此行为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12条1项2款，驾驶拼装车辆未经核准行驶于道路上。 将会处以新台币3600至36000以下之罚款，并移置保管。如果它是拼装车的话，那主要上路的疑虑就是说，用路人可能不能辨识它是什么东西，那他要往哪里走？他如果没有靠最基本的灯光信号的时候，大家会没有办法辨别说他是在直走呢，还是要左走，还是要右走。 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，若是大部车路权员工是过路人共款，若是倒开车上路，有可能造成用路人危险，驾驶的人也可能因为时间造成交通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